快送状！禀太爷，福山不在青鸟庵，不在青鸟庵。太爷，福山不在卫生堂，不在这儿，也不在那儿，他躲到哪里去了啊？珠儿，你小子来干什么？太爷，我找到那福山啦！哦，你找到福山啦？他在哪儿啊？他在双塔寺看戏啊！他还有闲心看戏？嘿！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！太爷，我们到西棚下把他抓！且慢，百姓正在看戏，不要前往惊扰。珠儿，太爷，戏快散了吗？快散了，快散了！哎，有一群人翻过红土沟，朝这边来了。太爷，那个穿道袍的老头就是福山。福山的姓曹，高古淳朴，质朴寒微，胜过董太师啊。比起那东姓曹孤单小曹，不愧是靖康以下第一家，大秦国马上得来，这天下进去把红入门，照入金华。文华殿大学士冯普宫外候旨，宣这皇上有旨，宣冯普冯的学士进贡啊！遵旨。历史两朝岂容易？年节古稀应犹在。臣冯普见驾，吾皇万岁！贤卿平身，谢万岁！皇上书法已成大家，说书父子别具一个，天下无不喜爱。哎呀，能得一幅如获至宝啊！与董昭相比，真才登堂尚未如是。贤卿，你看哪一幅？这是福山的草书切卷书轴啊！是啊，听说黄道周曾称福山的书法为惊堂以下第一家。皇上，今日你看到其字，不日就可见到其人了啊！怎么，被见者都快来齐了？快来齐了！皇上求贤若渴，四海归心呐！四海归心，未必吧？顾炎武以死俱拼，利用性之中途，要拔刀自刎。此等心情古怪者，自甘沦落，何损生德？人各有志，不好相强。朕将下诏恩准顾李两人所赐。皇上如此宽宏，必叫士大夫感激涕零呐！哼哼，该宽则宽，该严则严。福山要是再不肯应朕的话，皇上也要恩准他一几次。不，顾李可恩准，福山却不行。朕早就知道福山特立独行，他在2立之年曾率100名秀才入京，
为山西提学原吉县郊区兰首府闹雾门，朝野震惊啊！皇上，他改自为秦主，不过是表白归隐青山之意呀。归隐青山，他在贾生受岁中写道：“怕免水与文及物，连着崇祯15年，眷恋明朝之心，昭然若揭呀！”皇上，秀才写诗，痴人说梦，当真不得。再说他都70多了，又没啥指望了啊。他虽然年事已高，也不可等闲失职啊！听说他疏安兵法，精通剑术，朕早已栽下旨给陕西巡抚。太爷，那符扇是我找到的。求太爷，少时自会赏你。谢太爷。不过小的还想请太爷恩准，但等抓到那福清主之后，许我拿2张字画。好你个八二狗，燕国要拔毛，你想得美！总督大人向他求字画都3年了，八字还没见一片。福清主的字画一字千金呐！转眼不了风头更去看戏，板凳上坐着几位村老头，听什么飞龙闹狗懒，消遣时光，倒也忘了忧。他喝了2斤肉，炖肉烧切加馒头，我喝了3盅分清酒，吃了半碗大锅粥。装兵必征召，连儿孙也忍耐我真率性，风声渐起放
哎呀，父亲主啊，那皇帝请你进京，你都不肯去，你真是个书呆子。太爷在此等你好久啦。新闻先生已康复，万生特地来贺喜。贫道念过故稀，犹如风前残烛，泯灭不定，才良也爱不了几时。先生，安司替你请此之奏折已被皇上批驳下来了。皇上严令，各省督府把被谏者着速起送来京。安司今日又下急令，不立即送先生入京，叫罢万生就地免职。贫道不精进，要免你的职。万生免职还是小事，朝廷拿你一判你论罪，还要株连先生一家呀。召唤不成便加罪，对待世人甚蛮横。昔日同城会问教，如今尊荣，其实真，其实真，其实真呐！我何看不受听兵，却不能害家人，也莫累县令是前尘，前往不懂寻旧梦，了却残身，不可逆。先生答应了吧？只属人人不自由，并取其干，少言流。你答应了，先生，万生奉命差遣，万望先生见谅啊！起来，快起来！富山一生不怕杀，就怕鬼呀！也罢，事到如今，贫道只好舍去老命，负荆乘凉。到北京跋山涉水，你怎么走得动啊？是啊，你怎么走得动啊？先生请放心，万生一杯，烂玉一锭，转送先生到北京。请先生上轿。生计须度之，死亦要谨慎。诸位乡亲，父某拜别了。父大人，一路平安，早去早回。
傅大哥，你走了，俺的救兵复发，该找谁看呀？大妹子，你这是病后虚荣，每天做完头脑吃，补补身体就好了。先生创着的头脑真好，俺每天吃一碗，如今儿从母命，手脚艰呐。傅大爷，俺家为你做了双鞋，俺的针线不好，大爷，我嫌弃，刚好给你送鞋。文房四宝快端上，零星作画。文香想要画什么啊？大爷要送花给小的。礼尚往来，你送我布鞋，我也该会送你一幅字画吧。老婆，你说咱画什么好啊？听说大爷画的东西都会显灵。大爷，小的求你画头牛，日后显灵好耕地。画牛，好，我就给你画头牛。画马会好，画头老汉要自由，哪里翻地虽辛苦，背驮木桶天也有。我老客，多谢大爷，多谢大爷。先生，请来上轿。慢，爷爷，你是不是要吩咐孙儿别忘了带一件宝贝？莲素，你家还会有什么宝贝呀？先祖母所绣的大诗经，爷爷看到比命还要重啊！大爷，大梁过世几十年了，你还念念不忘吗？岁数越大越念旧啊！来呀，奏乐放炮，为父先生。松州，呸！
是送行。孙儿，于爷爷更应上路。皇上，福山来了。已到哪里了？福山前日就已抵达宛平，最迟明天就可进城。皇上，你这次会不会趁机捉他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福山既然来了，朕就既往不咎了，还要格外优待他。他一归顺，大和以北的士大夫都如朕至狗虫啊！皇上圣明啊！皇上，禀皇上，太皇太后还是觉得头昏脑胀啊！御医这么说，御医们都把过脉了，可就是诊断不出太皇太后所患何病啊！皇上，太皇太后前天听戏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怎么就突然不愈？是啊，朕原以为太皇太后偶感风寒，谁知御医们都诊断不了。皇上莫着急，请御医们才仔细会诊。朕又是护士，劝来太皇太后服药，她一不愈，朕就忧心如焚呐！先请朕先去后宫探望，回头再与你商量剥削红丝科如何点施。是臣要向太皇太后请安。福山不是擅长医道，尤其精通女科吗？是啊，这太原百姓都与他为先医呀。太皇太后岂人天相啊！临济公卿福山，皇上的意思是，自乃是什么天？此计远。贤卿，你犹豫啥呀？皇上，臣是怕，是不是担心福山不肯入宫诊治？哈哈哈哈哈！中原士大夫最讲究面子，朕不计较繁文缛理，这次乘机给他个台阶，请他进宫，他还能不来吗？哦，皇上请福山治病，是跟他在下棋。交付汗如雨，也不愿匆匆入孤独。人老何堪奔波苦，强真情世尊鸿儒。
是啊，出师应举，个人之躯，官府当听其变，不必横加干预。请示此举，要以功名笼络士大夫，把叶赫驯化为鹦鹉。把叶赫驯化为鹦鹉？是啊，功名利禄享有过，只恐鸿儒变无路。满心肝也冰心，一身真气世外浓。落朝雨，好风许孙儿，漫步且下绿。千波绿，桑榆，路沟晓月，画卷书。出城一见不清楚，未见踪影一日深。纵使会怕，也该到你们一次。只一听富山海内见杨母，与他见是战情定。不知夫山难复知，老夫心机自有天。出京蓝雨，皆不是莫非他，早已转身返太原。爷爷，你看，远处来了一群人马。孙儿，等他们到来，就说爷爷我病了啊。哦，爷爷放心，孙儿能应付。金珠兄，一寨迎你来了啊！父老先生，晚辈迎你来了。他这是怎么了？禀老爷，我爷爷因长途奔波，疲惫不堪，方才昏迷过去。啊！哎呀，秦主兄，秦主兄，快将这位老先生背上轿，抬到万流院去。快抬到万流院去！且慢，爷爷说，老人昏倒动不得，要让他自己渐渐醒过来。哦，秦主老兄，你快醒过来呀！父老先生，你快醒过来呀！是千村的姚大爷
在喊我吗？不是，姚大爷，是京城来的有位自称一寨的老爷爷。是凤相国亲自来迎接老先生。是山东宜都的凤一寨。哎呀，老兄，好记性啊，好记性，好记性。怎不记得？你是崇祯12年的举人，听说如今在万人之上，一人之下。哪里？一寨呀，一晃几十年，你也是满头白发了，荣华富贵也挡不住岁月匆匆吗？啊！哎，老了，这都老了。我73，你73，哎呀，都已是年届古稀了。荆州兄啊，鄙人一直翘首以待，今日终于见到你了。哎，你爷孙就在毕府挽留院下榻吧。多谢一寨盛情。贫道主官草堂突兀，何堪豪门车马纷扰，旅途劳累，就近投宿愿居寺罢了。哎呀，那元觉寺十分荒凉，和尚都快跑光了，怎么能住呀？哎呀，是啊，不如搬到山西会馆去吧。京城山西市上门，早已服他一待了啊。是啊，住入山西会馆，就像在老家一样。多谢诸位美意。贫道好景，只想住在荒村古寺。像先生这样的高士，怎么能住在荒村古寺呀？哎呀，诸位，请诸位就不要再勉强他了。我爷爷信一番，就会救兵伏法的呀。书呆子，玉夫子，乖老头，真个了。脾气不乖，我该禀让他皇子暂免。当务之急仪太后，请主兄，鄙人有话与你谈。一寨，你如今身居在府，喜力营养，忙得很呐，快回城去吧。贫道也想早点安息了。不，秦主兄，一寨想请你去看病。看病？哎呀，我自己都半死不活了，还能给人看病？况且你所说的病人绝非市井奸妇，必是大官贵人。贫道一向以为贵人害贵病，自有贵医与贵药，贫贱者不能治。奴人害奴病，自有奴医与奴药，高爽者不能治。秦主兄，事已不造，闲话不说，请你治病者乃是当今。当今什么？这当今就是指万岁啊！万岁啊！万岁不是在眉山已病天多年了吗？嗨，这是康熙皇帝请你入宫为太皇太后看病。原来是指你信主啊！可惜呀，我房外不显新世界，心中之计就善祸。秦主兄，
逆向主张爱无差等人物贵贱，这治病救人，怎么能奉行救啊？治病救人，劝也请我一做梦。遵循一道当应承，进宫朕旨怎行礼？不堪俯首乃臣早知，如今多感请其忽悠一今生。一战看在治病救人的份上，贫道只得他应了。哎呀呀，老兄果然是一副菩萨心肠啊！是啊，菩萨心肠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咱们即刻坐轿进宫去吧。慢，看病不必进宫啊！不进宫，不进宫，如何为太皇太后看病啊？就是牵线把脉也得进宫啊！你只需将患者头发拔一根松来，贫道依法辩证。什么？依法辩证？说什么依法来辩证？叫朕满腹情欲，风土回宫看明真相，燕府山是否在其之？贤卿，福山依法辨明，太皇太后得了什么病啊？皇上，福山习惯臣所带之银发，沉默不语，走到院子寺外，抓了一把草药。草药呢？是封3次减服。这是什么草药啊？他又没说嘛，只是说这草药无需有什么？有患者子孙亲手煎制，服了才灵验呐。草药还需有朕亲自煎制。哎呀，皇上亲自煎药，小感天地。太皇太后到底是什么病症？福山又是怎样演讲？这你不如实说来，朕就不敢煎药，耽误太皇太后治疗，重则入山呐。哎呀，这回呀，我可是水豆腐掉在那灰里，吹不得也拍不得嘛。尽管讲来。是，皇上，福山您是银发班上说了2句。2句什么？这病是前天下午才发的。还有1句呢？哎呦，皇上，臣是这样你说，你就说嘛。还不说？说，他说年纪都这么大了，还患上什么相思病？胡说！臣罪该万死，臣只不过是照办福山原话。皇上饶命，皇上饶命啊！福山啊，福山，你要是不肯入宫看病，情有可原。可你借这段之计侮辱太皇太后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没事，立即传旨刑部，去到圆觉寺，抓捕福山，将之打入天牢。且慢，福山，慎一言。
哀家前天下午饭相时，无意发现你祖父太宗皇帝的一双皮靴，不禁触动心怀。他与哀家分别已36年了，皇上，福山诊断的好准呀！哀家一听，心头顿觉轻松了。福山真奇人也，太皇太后安康，乃是大清之福啊！应该请入宫来。皇上，他要是肯进宫，又何必取法辨真的？福山善治世上，奇难杂症，朕能知众院，是大误。好学呀！下了堂不出禅房，清净时光清净时光玄野相借看病，钻我城府，我依法辩证，将他那敲定当，宁死也不愿动天事，任凭众人说断肠。头先且把大雪上雪夜上满头霜，一时我借两望夜茫茫行，天苍苍。
客官，你敢问道长，可是太原夫妻主？你我素昧平生，何以认得贫道？秭花诗意皆成绝，天下何人不识君？今日冰封雪盖，天寒地冻，飞鸟尽，人踪灭。客官如何而来？无名已久，身交多事，冰雪何能阻？灵犀一点通。敢问客官是？天地为你律，你我皆过客，何必久耕地，相遇即有缘？他许来探访，专为论书法。不速之客，起于轩啊！先生多人，绝非寻常。谁来吐言？我沉着谈书论艺，正气呀！不知客官对书法有何见教？愿问其详。道长，最爱看落霞，怀怀只有自己好。今日虽远为相关，也要说服子先道长。请道长指教。这个夫子生言说，多少官员曾临摹，莫非是他？纵使玄也待怎样？李太白时的王儒，平常时敬前夫，皆可用天下人，他是万圣主。日夜要请道长指点吧。客官这一幅字，必是潇洒随意，可见功力非浅呐。哪里，万圣能得道长厚爱，不胜荣幸。客官笔法是始发明太师董其昌的吧？哎呀，道长好眼力，万圣正是始发董太师，也曾学过赵孟頫。董其昌称赵孟頫为500年中之所悟，臣可谓同其下
求。道长，莫非不负董太师所聘？赵孟頫身属赵宋皇族之后，而臣服于元朝，其节丧任偏地，其属巧美。董其昌为官不正，贪得无厌，其子其美。道长，你不可引人废子呀！作子如作人，亦无带怒毛，试看卢公书，心花自古傲。这字客官，书学东赵两家，故此子也汉所胎，未得正脉，难算一品。难道就一无是处？客官，当今推崇东赵之子，别有用心，客官不可上当，误入歧途。你说当今推崇东赵，用心何在？兼催中原士大夫之气节，以天天下不庶人之怒心。借凭书法来书分，他推崇赵东南，喜怒人一发从。休团然，寻虎猎马要耐心，谈言若热他发怒，一丝留下清白命。陷我俩，当教红入是明君。道长，帝王都喜臣民，不受天儿，你可要